大家好，我係鄧勤啊。今次同大家評價一條嘅港鐵巴士路線 K53S， 好簡單，屯門站去裕旺村去片。咁因為呢個車程係真係好簡單嘅，應該10分鐘會做晒嘅一個車程嚟嘅。咁所以就用個側拍嘅角度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咁呢架車係屯門站去裕旺村嘅，咁係一條循環線嚟嘅。咁係啦，咁我哋就喺屯門站咧就上咗29位乘客啦，咁就都幾多下噶。係啦，咁下一站就已經係天后路噶啦，咁所以其實就冇乜好講呢條路線，純粹係一條超短程嘅港鐵接駁線咯。係啦，但係個需求真係有喺度嘅。下一站裕旺村，下一站葉坳村。Next stop， 裕旺村。呢架車離開屯門站3分鐘之後，抵達咗天后路，咁啊冇人上落，咁啊下一站就裕旺村噶啦，已經係，所以其實好簡單嘅路線真係。OK， 咁呢架車喺下晝嘅3點05分抵達咗裕旺村嘅循環點，咁就落晒28位嘅乘客，咁啊唔計我嘅，我會搭翻去屯門站俾大家睇嘅，放心啊大家。都少啲啦，呢架車係3點04分啱啱講抵達咗裕旺村啊，咁啊25人啦上咗，咁啊繼續去屯門，可唔可以下集就屯門站噶啦已經。下一站港鐵屯門站，屯門站。Next stop， 屯門 station。乘客可以喺呢個站落車，轉乘屯馬線。乘客可以在該站下車，換乘屯馬線。Passengers may change here to the Tuen Ma line。
咁啊，3:13啊，到達咗屯門站嘅一個循環線啊，咁啊一個循環駛緊54位乘客，咁啊去熱旺29，去翻嚟屯門25，咁就實賺硬嘅喎，實賺硬嘅喎，收緊成150蚊嘅喎都有，係咪先？咁啊係咯，講到咁多，拜拜。